2023年国际数理学科奥林匹亚，咱国学生是得到28块金牌、17块银牌、6块铜牌跟4个英语奖。参加国际各种科学奥林匹亚竞赛的来学生，嘛拢摕到金牌，是国际排名第一。教育部今仔早起举行颁奖典礼，总统蔡英文下晡嘛会亲身来鼓励这学生，有指导教授。 这6个咱国学生甲颁奖的教育部长官致意。去年因代表台湾参加由泰国主办的第20届国际各种科学奥林匹亚比赛。咱国6个代表参加比赛的学生，甲54个国家甲地区，拢总304个参加比赛的学生来竞争，全部拢摕到金牌，国际排名第一。个人表现的方面，目前已经读建国中学的颜子乔，还佫摕到总分上悬的奖项。对各位来讲。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骄傲，也希望各位得到这样的荣誉，能够持续保持下去。自主学习、探索学习、体验学习，这对所有的孩子都有很大的帮助。教育部七月伫台师大举行2023年国际数理学科奥林匹亚竞赛颁奖典礼，包括国际各种科学、亚太数学等9项竞赛。 咱国代表的学生拢总摕到28块金牌、17块银牌、6块铜牌，还有4个英语奖。我想你们将来也有很大的机会，可以进入到全球或国内外顶尖大学或者是研究室。那我期待各位在各个领域，将来在各个领域中能发光发热。 教育部甲台师大是真拍拼咧培训学生，嘛肯定指导教授、高中指导老师甲助教等人辛苦的付出。希望参加比赛学生伫国际舞台会当继续好好发挥，为咱国来争取公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